你个真的，那不知道，你知道？你赌多了，赌闹了。你都知道啊？我把这个到里边，我知道啊。用头发上面没有了。啊，我这怎么这样了？哎，领导，我让你被整了啊！你就让啥刀啊？这个谁不他不过去的？你3年级当的，用头3年级当的啊？有理啊！你那有理啊？要看你啊！你说他上哪读书啊？上哪读书当的？不干啊？那我操你啊！上去打的不一定你打的上去点啊！抓呀！你打！你闹什么？我直接打了，我直接打你啊！我直接打了，那个混的什么打了？那没有就拿了就知道了，那啊，走，知道我那我必须点啊，那我的票必须点啊，这给了，我说给，我没有，给了。哇，你刚才到他好像没知道，好像没知道，跟哪啊？跟哪了？跟哪里？你要分路了嘛？也没知啊，不然没也没记住，我风景要看没蛮记的啊。没住真正没必没做到没嘛，真的没有啊。这也不要多啊。有那开我旁边闹他妈的多，旁边闹的多这边你住，你住我们那边没问题吧？